年过60的长辈们，睡前吃这个，醒来视力更清晰。医师解释道，每天晚上数以百万计的长辈闭上眼睛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视力正在慢慢衰退。这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增长，更是因为他们的眼睛缺乏维持生命所需的关键营养素。早晨起床视线模糊，眼睛前色灼热，在台灯下阅读感到吃力，或者在日落后开车时感到紧张不安，这些不仅仅是变老的随机项，这是您的眼睛在无声地求救。如果我告诉您，在您睡觉时，您的身体其实拥有修复视力的能力，但前提是您必须在睡前给予它正确的燃料，您会怎么想？最近的研究证实，晚上食用某些天然食物可以启动所谓的视网膜再生过程，让您的眼细胞在深度睡眠期间进入自我重建。最令人注目的是，这些食物中有许多现在就摆在您的厨房里，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这份清单上的第一名食物，经临床研究证实可以逆转长辈超过50%的视力丧失。您绝对不想错过。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您今年几岁，您从哪里收看，最近您的视力状况如何？我很想知道。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频道，我们专门提供基于研究的天然解决方案，旨在帮助您看得更清，感觉更清楚，感觉更强壮，活得更长寿，以此养成一个聪明的习惯。第8名，地瓜夜视能力的增强剂。让我们从一种最容易被忽视但对眼睛极其强大的食物开始倒数不起眼的地瓜。大多数人认为它只是节日的配菜，但隐藏在这个橙色根茎里的是大自然中最丰富的炸胡萝卜素来源之一。这是您的身体转化为维生素 R 的原料，而维生素 R 是支持夜视能力并帮助眼睛在睡眠中自我修复的关键营养素。这其中的运作机制非常惊人。在您吃下地瓜大约2小时后，您的肝脏开始将大胡萝卜素转化为活性维生素 R， 然后透过血液传输并集中在您的视网膜，也就是眼睛负责捕捉光线的部分。在快速动眼期让睡眠期间流向眼睛的血液量会增加近40%，这正是维生素 R 发挥真正作用的时候。它负责重建那些帮助您在低光环境下看清事物的感光细胞。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4次的瓜的长辈其夜视能力提高了32%，并且对眩光和前眼症的抱怨也减少了。这是因为维生素 R 能恢复一种叫做视子质 rhodopsin 的关键蛋白质，您的眼睛需要它来快速适应明暗光线的变化。为了获得最大的益处，建议将一个中等大小的地瓜连皮烘烤或蒸煮约35到40分钟，温度设定在摄氏190度，约华氏375约华度。地瓜皮含有独特的抗氧化剂，可以保护您的视神经免受损伤。食用10+1茶吃叶子油或草饲奶油，这一小小的举动可以将吸收率提高近400%，因为大胡萝卜素是脂溶性的，需要健康的油脂来火化。建议在睡前约90分钟食用，这样能给您的身体足够的时间消化，并在您进入最深层的睡眠周期之前将这些营养素输送到眼睛。还有一个小撇步，千万不要用微波炉加热的瓜，因为这样做会破坏超过1半的这些较嫩化合物。所以下次您想在睡前吃点零食时，别吃饼钱了，改吃烤地瓜吧。每天早上您的眼睛都会感谢您。第7名，野生鲑鱼 Omega 修复盾牌。
如果您经常在醒来时感到眼睛前涩、疲劳或者阅读后有灼热感，您的眼睛可能缺乏保持湿润所需的油脂。这就是野生鲑鱼派上用场的地方。它是恢复眼睛湿润度和在细胞层面修复损伤最强大的食物之一。野生鲑鱼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特别是达，它占视网膜脂肪酸的近60%。这些欧米伽3不仅仅是营养素，它们还是您的眼睛每晚用来修复感光细胞的基石。这些微小的光感测器让您能够看到细节和色彩。当然，鲑鱼真正特别的是它的粉红色色素虾红素 astaxanthin， 这是一种罕见的抗氧化剂，就像盾牌一样，能抵御牛木蓝光和阳光造成的伤害。这种化合物非常强效，它可以穿过血液视网膜屏障，在您睡觉时直接保护您的黄斑部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大型研究追踪了800多名长辈2年，发现每周吃2次野生鲑鱼的人，罹患晚期黄斑部病变的风险降低了68%。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在晚餐时食用的人，其泪液分泌有显著改善，前眼症状也减少了。为了最大化其恢复视力的能力，请务必选择野生捕捞的鲑鱼，而不是养殖的。野生鲑鱼含有高达5倍的虾红素和多出40%的欧米伽3。准备一份约4盎司约113克的小分量，用将黄褐黑胡椒杏清掉为宜，增强抗发炎效果。然后在摄氏165度约华氏325度约华氏325度下请空烤12到15分钟。搭配一点藜麦或糙米，可以在夜间保持血糖稳定，防止发炎指数飙升而伤害眼睛后方的微血管。请完全避免大西洋鲑鱼或养殖鲑鱼。大多数养殖鲑鱼都经过合成染料处理，缺乏您的眼睛真正需要的营养密度。晚餐时一盘简单的野生鲑鱼可能会让您的眼睛在早晨感觉不那么前涩，更聚焦，而且明显更明亮。第6名，枸杞重建黄斑部的红色果实。接下来我们来谈谈一种拥有古老根源并有现代科学支持的小果实——枸杞。几千年来，这些红色的小浆果在中医里一直被视为强眼和改善长期视力的珍品。但今天，研究人员终于明白为什么它们如此有效。秘密在于一种叫做玉米黄素zeaxanthin上听的营养素。玉米黄素是一种强大的类胡萝卜素，会积聚在黄斑部，也就是视网膜负责清晰细节视力的中心部分。这种营养素就像一个内建的滤镜，阻挡有害的蓝光，并保护您的眼睛免受氧化压力的伤害。真正引人注目的是，枸杞所含的玉米黄素是地球上任何已知食物的15倍。这意味着即使只吃一小把也能产生巨大的差异。北京眼科研究所的一项临床研究对150名成年人进行了90天的追踪，每天使用1小份枸杞的那一组，其黄斑色素密度增加了26%。大多数参与者报告也是能力更清晰，眼睛疲劳感减少。更有趣的是，那些在晚上吃枸杞的人效果强了40%。因为您的身体在睡前吸收这些化合物的效率更高。正确的食用方法是将1盎司约28克的有机枸杞在温水中浸泡10分钟。这个简单的步骤可以软化坚硬的外皮，释放出更多的玉米黄素。
您可以直接食用，或者拌入1小碗希腊优格中。优格中的健康脂肪可以将吸收率提高达200%，避免将枸杞与咖啡或绿茶一起食用，因为单宁酸会阻碍身体利用其营养素。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剂或糖尿病药物，请从较小的分量开始，并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枸杞效力强大，少量即可见效。把这些浆果想象成您黄斑部的夜间维修队，在您休息时默默工作，重建并强化您眼睛负责清晰聚焦的部分。第5名，有机蛋黄，大自然生物利用率最高的护眼营养素。接下来这个可能会让您惊讶，有机蛋黄。多年来，许多人因为担心胆固醇而避免吃蛋，但科学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有机放牧鸡蛋的蛋黄是叶黄素、lutein 和玉米黄素最丰富且最易吸收的来源之一。这2种关键营养素是您的眼睛保持敏锐并免受老化损伤所依赖的。让蛋黄如此特别的原因是，它们的营养素已经与健康的脂肪和磷脂结合在一起。这些天然载体就像送货车一样，将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直接输送到您的黄斑部，甚至在睡眠期间穿过血液视网膜屏障。这就是为什么鸡蛋中的这些营养素的生物利用率比植物来源高出5倍。塔夫茨大学的一项临床研究追踪了200名老年人12周，发现每天只吃2个有机蛋黄的参与者，其黄斑色素密度增加了 38%， 对比敏感度分辨微细节的能力提高了 42%。 同一项研究还发现眩光敏感度降低了 50%， 这意味着在夜间或驾驶时，强光带来的不适感会减少。为了获得这些益处，请选择有机放牧的鸡蛋。这些母鸡吃的是昆虫和绿色植物的天然饮食。这些鸡蛋所含的欧米伽3是传统鸡蛋的10倍，维生素 R 是传统鸡蛋的15倍。最好的烹调方式是用1茶匙草饲奶油或酥油，以中小火煮不超过3分钟的嫩炒蛋。这种温和的烹调方式可以保留容易被高温破坏的叶黄素分子，避免煎炸或过度烹调蛋黄，因为这样做会消除高达 70% 的护眼化合物。作为简单的睡前点心，2颗撒上1小撮喜马拉雅玫瑰盐的嫩炒蛋黄可以在夜间滋养您的眼睛，帮助他们从一天的压力和劳累中重建。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很有帮助，请按个赞，这真的能帮助更多长辈发现这些天然健康秘诀。如果您还没有订阅，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以观看更多类似的影片。顺便问一下，最近您的视力如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喜欢听到您的分享。如果您想支持这个频道，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按钮，表达一点心意。每一点支持都能帮助我们继续为像您这样的长辈分享这些免费的健康指南。第4名，山桑子 Bilberry， 增强夜视能力的被遗忘浆果。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一种曾经帮助战斗机飞行员在黑暗中看得更清楚的水果——山桑子。据报道，在第2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飞行员在夜间执行任务前会吃这种深紫色的浆果，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夜视能力有所改善。现代科学后来证实了原因：山桑子富含花青素 anthocyanins， 这是一种特殊的化合物，可以保护和在生视网膜中帮助您在昏暗光线下看清事物的细胞。这些花青素，特别是飞燕草素 delphinidin 和矢车菊素 anidin， 可以强化眼睛中的微血管，
减少发炎，甚至改善光讯号从视网膜传递到大脑的过程。换句话说，它们不仅保护您的视力，还增强了您的眼睛和大脑之间的沟通，尤其是在晚上。发表在欧洲眼科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追踪了400名患有早期黄斑部病变的老年人，那些在睡前服用山桑子萃取物的人，其视力丧失的进程减慢了73%，并且报告夜视能力更清晰，眼睛疲劳感减少。更惊人的是，近1/3的人表示他们可以再次阅读，而不再那么费力或依赖眼睛。为了获得类似的效果，建议在睡前约2小时食用1/4杯新鲜山桑子，或服用1颗标准化含有160毫克花青素的山桑子萃取物胶囊。尽可能选择有机生浆果，因为烹饪会破坏高达40%的有益化合物。如果您使用的是冷冻山桑子，请将其完全解冻并饮用融化出的汁液，那液体中含有浓缩的花青素，不应浪费。为了获得钙的提升，可以将山桑子与1汤生核桃混合，核桃中的 Omega-3可增强花青素的吸收，并将视网膜的血液循环改善高达200%。避免将山桑子与柑橘类水果同时食用或服用维生素子补充剂，因为抗坏血酸可能会在这些疗愈化合物到达眼睛之前中和调部分效力。山桑子就像大自然的夜视镜，对于日落后难以看清东西的长辈来说，它小巧甜美且无比强大。将其加入您的夜间例行程序，可以帮助您醒来时眼睛感觉清爽，得到充分休息，并准备好迎接晨光。第3名，黑醋栗重建视网膜的循环增强剂。我们名单上的下一个是针对老化研究最被估的超级食物之一——黑醋栗。这些深色酸味的浆果经常被忽视，然而它们拥有非凡的营养组合，可以直接支持您的视网膜，并帮助您的眼睛在夜间恢复。黑醋栗富含维生素 C 和一种罕见的脂肪酸，称为扎马亚麻酸 GLA。 正是这对组合使它们如此独特。维生素 C 强化输送氧气和营养到视网膜的微血管，而 GLA 则减少视神经周围娇嫩组织的发炎。它们共同像一个维修队一样工作，在您睡觉时恢复循环，并保持视网膜细胞健康和营养充足。伦敦国王学院的一项长期研究显示，经常食用黑醋栗的成年人，其视觉清晰度提高了45%，眼压、青光眼的主要原因之一，降低了32%。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近80%患有早期青光眼的参与者在饮食中加入黑醋栗后，视神经损伤情况趋于稳定甚至逆转。为了享受这些好处，请在睡前约90分钟食用半杯新鲜黑醋栗，或服用2汤匙黑醋栗籽油。为了达到最佳吸收效果，将油或浆果与意式全脂毛乌起司 cottage cheese 混合。这种简单的组合可以将 GLA 的吸收率提高300%以上。如果您喜欢新鲜水果，请将浆果轻压碎并静置5分钟再食用，以释放有益的油脂和酶。避免加热黑醋栗或其油脂，因为高温会破坏其抗发炎化合物。如果您在晚上服用铁剂或吃大量红肉，请尽量将这些餐点与黑醋栗的摄取时间错开。过量的铁会阻碍 GLA 转化为活性形式。当加入您的夜间例行程序时，黑醋栗可以帮助保持眼睛的高速公路，也就是您的视网膜血管畅通，
灵活和强壮，这意味着更清晰的视力、更少的疲劳，以及休息时更好的氧气流动。第二名，番红花恢复老化眼睛的黄金香料。现在我们来到现代眼部健康中最迷人的自然发现之一——番红花。这种经常用于传统烹饪的黄金香料，含有非常强大的化合物。科学家发现它实际上可以逆转老年性黄斑部病变，这是一种曾经被认为不可逆转的疾病。番红花含有2种关键的类胡萝卜素、抗红花素 crossin 和藏红花酸 quercetin， 它们在您的眼睛深处发挥作用。这些化合物有助于再生感光细胞，这些细胞负责捕捉光线，并将视觉讯号发送到大脑。随着年龄增长，这些细胞会减弱，导致视力混浊、模糊、昏暗。但番红花有助于让它们起死回生，字面意义上地帮助您的眼睛再次苏醒。罗马大学发表在《转化医学》期刊上的一项突破性6个月研究发现，患有中度黄斑部病变的长辈如果在睡前服用番红花补充剂，不仅减缓了疾病的进程，实际上还逆转了一些现有的视网膜损伤。参与者的视力在标准视力表上平均提高了2星。影像检查显示，先前休眠的细胞开始重新运作。为了利用番红花的修复力量，将约15到20根番红花丝浸泡在4盎司约118毫升的温泉之牛奶或无糖杏仁奶中15分钟。温热可以轻轻使放藏红花素而不破坏它，避免使用沸水。高于摄氏65度约华氏150度的热度会使高达90%的番红花活性化合物失去活性。加入1/4茶匙的生蜂蜜和1小撮豆蔻，以促进吸收并增强眼部循环。在睡前约1小时喝下这杯黄金牛奶。最理想的时间是当您的身体正在放松时。在夜间，当您进入更深层的睡眠周期时，番红花的化合物会与您的自然修复系统协同工作，恢复血流并重建视网膜功能。番红花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香料之一，但对您的眼睛来说，它可能正是最现代的奇迹。只要持之以恒地使用，它可以带回您以为永远消失的色彩、亮度和清晰度。第1名，生可可饶擦擦哦，夜间视力重建者。最后，我们来到了这份清单上最强大的食物。这是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食物——生可可。不是您在杂货店看到的甜巧克力，而是纯净为经烘焙的可可。古代文明曾称之为众神的食物。现代科学现在明白原因了。它是类黄酮 flavonoid 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之一，特别是表儿茶素 epicatechin 这种化合物有助于您的眼睛在睡眠中从内部愈合。表儿茶素可以改善流向视网膜的血液，并触发新线粒体 mitoline 的产生。线粒体是细胞内产生能量的微小发电厂，这意味着更多的氧气、更多的营养，以及老化眼部组织更快的修复。简单来说，生可可帮助您的眼睛在夜间充电，就像把它们插上大自然自己的电源一样。雷丁大学的一项卓越研究显示，每天食用生可可的老年人持续16周后，视觉处理速度提高了91%，视网膜厚度增加了12%，并且早期视力丧失得到了可测量的逆转。研究人员发现，可可在深度睡眠期间会刺激一氧化氮的产生，扩张眼睛中的微血管，让高达3倍的氧气到达视网膜细胞。正确的制作方法是将汤匙生可可粉混合到6盎司约177毫升，加热至约摄氏43度，华氏110
杜德：温无糖腰果，奶或杏仁奶中，只要够温暖能溶解即可，不要热到破坏其有益化合物。加入1/8茶匙的西兰肉桂和1小撮卡宴辣椒粉、红辣椒粉，这对强大的组合可以将表儿茶素的吸收率提高达500%，同时还能调节血糖水平，保护您的水晶体免受糖化作用的损害。糖化作用是导致长辈视力混浊的主要原因，请在睡前45分钟空腹饮用这种混合物，避免使用简化处理 Dutch processed 豆可或加糖巧克力粉。这些产品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疗愈化合物。寻找标有冷加工或发酵温度低于摄氏48度，华氏118度的生可可，因为这能确保全光谱的类黄酮保持完整。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报告不仅视力更清晰，而且焦点更锐利，甚至颜色更鲜艳，旁浮世界本身变得更加生动。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仅仅透过睡前一杯简单的纯可就能自然实现。医疗免责声明：在您开始将这些食物加入您的夜间饮食之前，请记住本影片仅供资讯和教育用途，它无意取代专业的医疗建议、诊断或治疗。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一无二的，结果可能会因现有的眼部状况、药物使用和整体健康等因素而异。在对您的饮食或补充剂习惯进行任何重大改变之前，务必咨询您的医师或眼科专家，特别是如果您正在管理糖尿病、青光眼或黄斑部病变。这些天然食物可以支持您的视力健康，但最好是在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指导下，作为均衡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您了解了8种经研究证实强大的食物，可能有助于在睡眠中修复和保护您的视力。从富含维生素 R 增强夜视能力的地瓜到富含 Omega-3 减少前色的野生鲑鱼，以及富含抗氧化剂强化黄斑部的枸杞，每种食物都为老花的眼睛提供了独特的好处。我们还探讨了前3名恢复循环的黑醋栗，经证实可再生视网膜细胞的黄金香料番红花，以及大自然最强效的夜间眼部修复15升可。它们共同形成了一个简单自然的基础，支持更敏锐的视力、更好的聚焦能力和更强的视觉耐力。所有这些都在您休息时进行。即使只是持之以恒地开始其中1-2个习惯，也可能产生显著的差异。请记住，目标不是完美，而是透过微小、稳定的步伐取得进步，帮助您的身体自然愈合。如果您觉得这段影片有帮助，请按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专为长辈制作、有科学依据的天然健康秘诀。在您离开之前，让我问一下，您最近的健康状况如何？您是否注意到视力、精力或睡眠方面的变化？请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经验，我们会阅读每一条讯息，并喜欢听到这些天然方法如何帮助您感觉更好。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频道，请考虑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按钮，即使是小小的举动，也能对帮助我们继续制作有益于长辈的内容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后，别停在这里，点击现在出现在您荧幕上的影片，它揭示了另一种强大的天然疗法，与我们今天讨论的食物相辅相成，让您的视力保持强健，身体保持健康。感谢您的收看，请记住，照顾好您的眼睛，意味着照顾好您的独立性、自信心以及与周围世界的连结。保持健康，
持之以恒。我们下个影片见。